Hello，各位关心浩宇的朋友，大家好。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大概收到了超过500封的讯息。那这些讯息大概都是关心说，浩宇，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很多人劝我说不要离开绿党，也有人说，那你干脆加入民进党好了。那这些过程其实我都有在思考，那我也不断的在思考说，怎么样对我或对这个国家是最好的选择。那事实上，这一次的选举，呃。我觉得有人该负责，就是绿党确实选得不好，但是在选得不好的同时，我也必须说，我们也没有到完全的失败，因为这次其实有非常多的小党比过去更多的第三势力、更强壮的第三势力出来竞争。我们看到的是，包含台联上一届25万票，但是这次只剩下几万票而已。新党上次拿4.多%的选票，这次只剩1%，所以。很多的小党在这一次确实是面临了其他政党的竞争。那绿党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还可以维持住上次的得票，虽然可能感觉趴数少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如果大家知道绿党现有的资源跟我们的党工每天挤在很小的办公室跟没有办法有资源的地方去工作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党工的组成跟我们的伙伴，大家已经真的很努力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以今年参选的时候加入绿党的10几位工作人员为荣，谢谢你们那么认真的帮忙。虽然我们没有钱，虽然我们没有资源，虽然我们几乎是每个月都透支，但是谢谢你们那么的尽力，然后在政策上，在很多地方上我不足的地方或者绿党不足的地方，帮我们补足了这么多应该要补足的部分，这个部分真的是让我很感动。那关于绿党的对我的说法，包含要留或不留、尊重我等等，我觉得我需要几天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我累了，对你一个人，你要在一个党完全没有钱的状态之下承担募款的责任，承担一个政党经营的责任，你要承担5年的时间，对我来说，我可以把我的事情、把我的钱、把我的精力花在更对我自己个人更有利益的事情上，而不是一直丢入一个党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承担的太多，并不是我做的事情，包含年初的时候，绿党想要约呱吉，但是用我的名义去约，然后我根本不知道的状态之下，我被骂得很惨，等等的。第三个就是说，其实在路线上的选择，其实我觉得这个路线的选择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就这个是大家一起选择的路线，可是我必须要去承担所有的指责，就说为什么你们要走这个路线，为什么你们要走这个跟过去不一样绿党的方式，那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的压力我能够持续承担的部分啊。所以为什么会选择想要离开？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既然路线上外面的人有很多人多嘴杂的声音，那你们就看看说绿党如果走所谓的社运路线，能不能真的走得比较好？我觉得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你现在的这个路线，所谓的过去的这个社会运动路线，它现在有时代力量在那里，它现在有民众党在那里，特别是时代力量，它其实吸纳了很多很多绿党过去的选票，在我们今年年初的民调，我们就看得出来很清楚，就是我们上一届绿色盟的70%以上的选票，其实都已经是被所谓的时代力量吸纳走了。那你不去改变路线，你去继续跟时代力量走同样的路线，去跟民进党用这种对抗的方式去沟通，或者跟民众党一样，每天对民进党用骂的方式去沟通，那你只会跟时代力量跟民众党3个去抢同样的盘，那最后的结果绿党不会比较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现阶段的台湾还是以抗中护台为主，我必须说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遇到中国的压力的时候，一个政党要有立场，就像这次我们最后能够有邓慧文医师的加入，因为这就是这个绿党在抗中护台的立场足够清楚，所以邓医师才能够加入嘛。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路线上，同样的2个有进步价值的小党，绿党还有台联，我们同样在竞争的状态之下，还有跟激进党，那激进党在资源上比我们多的状态之下，我们能够在这么少的资源、这么少的广告、这么少的曝光的状态之下，拿到34万张的选票，那或许因为选举制度的关系，这个趴数在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补助款，可是在台湾就是没有。那已经撑不下去的状态，
那我说实在，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承担未来这个政党经营的责任，因为我的实力有限，我的能力有限，我的公司我没有时间管，我必须要好好的回访我自己的选区，我必须要好好照顾好中立，我必须要好好把我自己的公司做好，我才有能力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最后只好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思考离开这件事情。当然我还没有完全直接申请退党，所以我会再考虑个2-3天。但是我离开的心意其实是蛮坚决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做不了更多的事情，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的环境之下，我觉得我们尽力了。那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成长，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最后就是我自己的选区的地方，上一届在本岛中立也是绿党得票最高的地方，在我的选区有11000多的选民投给绿党，这个是让我非常非常感谢的事情。谢谢我的选民，就是你们还是很相信我，还是很相信浩宇。虽然在过去1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对抗韩国瑜，我不是那么的有时间在中立做那么多的事情，可是你们还是那么支持我，我真的只有感谢2个字可以送给所有中立人。那也希望未来我在我的议员任内，无论未来下一届我会不会继续竞选连任，我们都好好做好，我们都把中立做好，然后继续的把我们的家乡，把中立我虽然很多已经做完了，但是我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继续做好。那如果你们有什么建议的话，都欢迎跟我说，那我们会努力的来做。那最后也祝福所有当选的民意代表，特别是我的好朋友3Q 陈柏惟，就是了不起，当初你说你会赢就会赢，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那希望你好好做。那特别是选民服务的部分，我还是要提醒，就是不能像黄国昌一样，当选之后就没有认真的做选民服务，因为地方的经营跟国会的质询2个都是一样重要的。你作为区域立委，如果你这一届你把区域的服务放下了，你很有可能下一届3Q 就没有办法连任。那这个是我对陈柏惟作为朋友的一个忠告，就是地方的经营是最重要的。就算浩宇我几乎我在做全国的议题，可是我的中立我还是能够有最高的选票。那希望柏惟未来在下一任在中2区也可以连任，因为你很需要地方的经营，因为你也知道严家他们是很认真在地方经营的，如果你没有那么认真，很有可能下一次你就是没有办法连任。这个是我还是希望柏惟能够听到的啦。那我自己私下也会提醒他。那谢谢你们。那最后就是我也要拜托大家，就是可以去 Google 一下定期定额捐款绿党，因为你知道绿党就是没有拿到补助款，所以会倒，随时都会倒闭。党工的薪水下个月不知道在哪里。那希望大家可以1个月300、500，如果你有这个实力，300块、500块，甚至有人1000，那我不期待，我觉得300、500其实是小钱，1天10块钱而已，帮我们一起让这个党可以撑下去，帮我们一起让这个党可以持续的经营。那我觉得这个是绿党很需要大家帮忙的地方，就算我不在那里，我还是期待绿党这个部分大家能够多支持，因为其实台湾真的还是需要这个进步价值的小党，只是我累了，我没有办法继续一起走。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进步价值的小党，台湾其实还是会非常非常的缺乏一些刺激进步的动力。所以希望大家最后再拜托大家，请到网络上搜寻定期定额捐款给绿党，然后希望你们可以捐款给绿党。那我等一下也会把那个连结放在等一下这一篇的底下。大家晚安，大家拜拜，大家早安，拜拜。